别子，别子，舒荣妃，怎么了？我肚子疼。糟了！怎么回事？陛下，舒荣妃腹痛不止，见红了。陛下请放心，并无大碍。起来吧。谢陛下。疼得还厉害吗？没事了，刚刚御医已经施过针了，现在早就不疼了。因何如此？回禀陛下，这是因为舒荣妃以往服用了太多的良药，这一胎原本就有些不稳，加之最近天气多有变化，冷暖不定，才牵出了今日之症状。好在舒荣妃体质比以往硬朗了许多，见红亦算少，臣即刻去开一个温补的方子，连服几日就能好转。舒荣妃身子弱，用药但求稳妥仔细。是，臣必定慎之又慎。都退下吧。臣告退。慢一点。没事了，我已经不疼了。都怪朕。若不是朕当时那么任性妄为，让你喝下这么多良药，这胎气也不会这么不稳。那时候，臣妾和陛下一样固执，谁都不肯让那一步。若说错，臣妾一心想借良药求死，岂不更错？你别这么懂事，朕心疼。对了，朕下了一道圣旨，朕要立你肚子里的孩子为储君。朕已让穆德庆把那道圣旨收了起来，待到孩子出世便宣布。陛下还不知道他是男孩还是女孩呢。那又怎样？隶属九州，不，单说中州历代，就出了好几位贤明的女帝，受万人敬仰。谁说女儿不能立为储君了？朕不光要立储，朕还要册立你为继后。等你生完孩子，养好身子，咱们便行礼。提兰从未觊觎皇后之位，你不想要，这个位子便会一直空着。到时候那帮大臣们又要唠叨继后之位虚悬已久，你想让朕被他们给烦死吗？臣妾深谢陛下。把身子养好了，这是谢了朕。